伫咧新竹城堡有一座关殿古迹张氏家庙，经过3日外整修了后，按算要用庄氏家庙做主题，要变做一个儿童故事馆，希望互囡仔会当了解在地文化甲祖先的过去。新堡顶馆张氏家庙起点当地7年，原底是一栋2层楼的建筑，日本时代互火烧去，后代子孙登去了，敢若剩1层楼。有一段时间渐渐放远，最近经过3档外整修，才互老建筑的风貌重现。10几年前，因为年久失修，有把虫蚁的危害严重，所以确实有点会倾倒的那个危险，所以要重修那个工程。照原来的方法去考证，那个是最困难的啊！也当初花了比较多力气去找一些学术研究，也知道了它原本是怎么去处理这个湿壁画，然后也去透过一些剥漆的方法去考证它原来的题材。张氏家庙对顶啊到厝内底地板，全部拢是用青岛石来铺，虽然目前无人住伫内底，不过保存甲真完整。过去家庙头前，佮开放附近居民拍照啊。那我们希望结合着历史文化的保存，然后再结合现在让我们传承我们的后代的像我们的子孙啊，像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我们新埔非常漂亮的一个宗祠家庙里面来使用这样的场域。张氏家庙修复了后，未来升做新竹县第1座以庄氏家庙为主题儿童故事馆。囡仔通好伫遐哪佚佗，哪实在客家文化。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